搁哪找？医院。新人民医院。啊。等3吧。关呀你。附近医院啊。哎，好。走。你又咳嗽了，你从哪儿过来？你在哪儿呢？我老店来。你妈呀！你这会儿你外地口音我都不让你。干嘛？去过武汉？啊？啊？刚回来。啊？我刚从哪儿过来，我现在去医院了。你干一下，不动，干一下，快点，干一下。你要打110不中不中？你打110。打110不打110可能中。打110不中。